林哥，睇乜嘢咁專心啊？搵工廣告？邊個想搵工啊？我咯。林哥想跳槽？而家份工唔係幾好咩？薪水幾高啊？薪水又係高，不過好谷氣噶。阿頭脾氣又大，成日將我哋喝嚟喝去，又任人唯親。遲早我都要俾佢炒噶啦。咁樣嘅頭，我哋炒咗佢先。咁你想搵翻點樣噶？仲係做呢一行咩？梗係啦，呢一行我做熟啦，做生不如做熟嘛。不過呢，就要吸取上次嘅教訓，搵工作唔好一味睇工資高，要搵一份同事之間關係好，比較愉快，而且有發展嘅。冇錯啦，工資啊、福利啊，唔使咁緊張，至緊要自己做得開心。有冇睇到啱㗎？呢個好好，佢嘅條件我都啱。我睇下，機電工程部副主任，40歲以下，相關專業本科學歷，5年以上工作經驗，本市常住戶口。好啊，好啱你啊！係啊，我寫封信去試下。啊，呢個都好好啊！賓館嘅維修部主任，要求都差唔多。林哥，你實得㗎？借你吉言啦。林哥，着咁齊整，去邊度貴幹啊？見工咯。見工？記唔記得天元公司啊？哦，你係話你求職嗰單事啊？有消息啦？通知我今日10點鐘去公司參加面試。我都話你實得㗎啦。走啦，拜拜。邊位係陳永林先生啊？我係。陳先生，到你啦。唔該。我哋睇過你嘅簡歷，請你講下你應聘嘅優勢啊。好，我89年大學畢業之後就嚟同慶廠，熟悉生產同維修。後嚟到三科公司搞銷售，對市場比較了解。點解你要離開而家嘅公司呢？我諗喺天元公司可以得到更大發展。另外呢度離我屋企近啲，上落班方便啲。你要求幾多人工啊？3500啦。我哋1日2班，1個星期換1個班次，你做唔做得到？可以。要經常出差，可能1個月有10日喺外邊噃。冇問題。好，我哋而家有一部機，請你去睇下佢點樣，寫落嚟俾我啊。林哥，翻嚟啦？點啊？幾好，工作環境唔錯。有冇希望啊？應該冇問題，話1個禮拜之內俾通知喎。好啊，到時要慶祝下先得。